你听仔细，他日后来请我随从你儿西山皇宫好子弟，父母中是真好，全国鸟辈多标记，你鸟辈让父母王子是故事，天在谈是永不爱意，人王日子都回落，谁知平地风不起，开那半天大风雨，一家不容不分离，四娘忠心去王子，他从刀剑之下逃出去，光阴流水容易过，已经不去王子当人到人心谁，人在飘望在哪里，无意之中你公怎么，王子遇见公子，你怎么会知道的？我是从命里算出来的。那公子叫什么名字？公子的芳名叫伊犁。叫伊犁，是叫伊犁。小姐，你怎么会知道？我是听你说的。那王子遇见公子，便这么样。公子美貌似少鱼，那王子多情与风雨，他们是一见钟情一相对，两心相印定八岁，正所谓天下眼里无魔山，真中真中分两人，两家名义称来是小的从最好岁，那王子大马一人去，公子红巾返归来，尊义用意到成天，那王子他是满心欢喜没放逸，哪知道情不意乱人不去，以为将去做皇女，王子教当这公举，中华无数相亲侣，那是绿的绿绿，这样相爱是不能断，早知道皇上你是没犯人，一容人变出两容人，王子
嚣张得瑟夫，今日胸脯下多水，白龙龙风如后，天翻地覆归人人，王子两眼看不尽。和我一样的笑了。你的眼睛怎么会瞎的？我知道。那么，公子你？那公子才挖起漂亮。天道无人吧，皇子他不过送饭去皇宫，人年桃花心悲伤，这件衣裳宫门忙，到夜里坐上相思忙，一觉醒来无人应，一人欲照寒窗。当他只有一曲古琴悲往事，只落得今生凄凄相叮当。于是他叫张改办一个通，风餐露宿无阻挡，但因把那悲歌唱，为找新公子挑事上。会不会找到公子？他会不会死？他没有死，他找到了公子。怎么？他没有死，他找到了公子。那王子他是千希望，万希望，总希望找到公子夫人上，谁知道相亲恰子莫相识，他想要明报的把你家呀。王子送了
百里关塞去他为他不死来还不想罗兰的名字永不可怜他左等右等看中梦有谁知盼得不好成对啊公子要把皇子定公子要做新家娘玫瑰会生情为美与王子三界天上去三他是句句哀怨才归人生生去来鲁兰他没有死，他来了。啊，他来了，他在哪里呀？在这里。谁？我。你。伊丽。鲁兰。鲁兰，你的牛背。我的牛背。我将它紧紧地藏在身边。我的牛背。我的牛背，我找回了我的牛背。伊丽，你看我的眼睛，你的眼睛亮了，我的眼睛亮了。金牛背一顿放好花，我看见鲜花一轮不芬芳，我看见水根青梅草根落，我看见水根菊模样。底下至少分几卦，局长你去看看。啊！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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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蛋！去啊！哎呦起来！怎么一回事？和尚舅子，他就是如来王子，他没有死。不知王子驾到，多有失礼，昂前赐彩。那里一里多蒙巨物，感恩费切。和尚舅子，他就是魔王崔伟在产生的恶魔安达。是安他？哼，乱人杀子，神人得知之。来呀，将他押下去，听为如来王子发落。走。是。和尚局长正义令尊，令人钦佩。掌柜呀，和珅不明，险些受凶魔所骗，因爱天王会会，至今凶魔落网，公子病愈，王子远逃而来，喜事重重，和珅敬备水酒以作庆贺。不过一时国事繁忙，如然立功一举，在话不能拘留。你我必令等我来日方长。此次恭敬不是聪明。